看新北市的消息，新北市有一间幼稚园发生呢管教无适当这个情形，为影片当中会使发现讲，这个教保人员甲这个囡仔拢无挂喙罨，这已经违法啦。教保人员佫有扇囡仔喙皮，杀倒一个囡仔，而且呢讲话真正是呢，这个气口有够歹。啊，这个呢口气真歹了后呢，事后园方表示讲，已经用这个教保人员加死头路啊。新北市呢，这个教育局已经介入去调查，啊，针对这个教保人员已经有甲做处分，这个情形若属实，上重会使罚60万，而且永远无要录用。女教保员真生气，煞来行去队伍迄边，甲手举起来拍其中一位囡仔的脚趾片。杀一个了后，佫行去另外一位囡仔迄边，佫出力甲人诱起来。你出来讨钱，你钱要有没有冲啥啦？你在前面啦，你到底要几次啊？27秒影片流出来了后，互真侪家长拢唔敢相信。无看到影片进前，掠准只是轻轻杀囡仔。不过影片当中的教保员对囡仔手了一叮当，动作都大甲，互查甫囡仔跋倒伫涂骹，互人看到画面就真唔甘。而且女教保员口气态度拢真歹。发生不当的管教的事件的家长及学童致10万2分的歉意。小朋友也从来没有说老师有会打、会骂、会什么，要不然我讲句难听点，我不会让小孩子在这边读书啦。都是因为相信幼稚园的管理，才会甲厝内囡仔送来这上课。想要到7月初，却流出这段不当管教影片，嘛，互新北市教育局介入稽查。稽查当天也查获了幼儿园有超收及未依规定公开事项。那另外有关不当管教案件呢，目前已经进入调查的程序。稽查了后，要求调离现职，园方嘛伫第一时间甲这位教保员开除，而且这位教保员上重会当甲罚到60万，而且一世人拢无法度佫任职。针对当时20几个囡仔，佫有教保员拢无遵守防疫规定挂喙罨，佫有超收的情形，是罚22000块。不过不管花偌济钱，对囡仔的家长来讲，上重要的要是厝内囡仔的身心安全会当好好互照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